嗯而家係出東南氣流上嚟陸地，然後到向北方落緊嚟，同東南氣流匯聚，就變成低壓槽。然後轉吹東北風咯，因為有高壓。因為100年佢話向東移動啊，高壓喺度啊，然後轉吹東北風。同一時間，西北太平洋有低壓，呢個低壓係黑格比 TD05，於黑格比未來向對菲律賓以東海域進發，並逐漸減弱，對本港冇直接威脅。而可以睇得出，下個星期有西南氣流喺孟加拉完成咗，一旦有印度旋風出現，就會帶動西南氣流異常回來。印度人在下個星期會發展一個低壓區啊，會發展一個低壓區啊。同一時間，環沿岸西南氣流會大轉上嚟，沿住中南半島一路向北移到環沿岸，再經台灣海域上去華中，再深入內陸。呢個又係個低壓啊。佢係其實有活躍西南氣流輸送水氣啊。台灣係會有個低壓，都係活躍西南氣流啊。西南氣流，都係活躍西南氣流啊。活躍西南氣流，總括而言，在5月中下旬會受個環沿岸就會受個活躍西南氣流大水輸送至環沿岸，就會形成暴雨及狂風雷暴。